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G Ryan， 今日會同大家介紹下軍章。首先，軍章上面咧會有好多唔同嘅軍事圖案啦，字母、標誌或者引用一啲文字等等，就會縫喺士兵嘅制服或者裝備上面，去用嚟識別翻所屬嘅部隊或者單位。英軍第一個部隊章嘅出現就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。當時嘅軍隊咧就透過佩戴部隊章咧嚟做呢個敵我識別，而美軍第一個正式嘅軍章就出現喺花名 Wildcat 嘅第81步兵師。佢哋希望透過一種容易識別嘅標誌去提升部隊嘅士氣。喺一戰、二戰之後咧，軍章已經唔再係部隊識別咁簡單，而係會代表翻唔同兵種嘅特質。例如陸軍航空隊咧會有猛獸，而海軍航空兵中隊咧就會有一對翼等等。部隊章唔單止代表歸屬感，而且亦都係部隊特質嘅有力象徵。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咧，軍章嘅種類亦都越嚟越多，而大家亦都會開始攞嚟收藏或者交換啦。除咗部隊章之外咧，軍章嘅種類咧亦都有識別章嘅。例如美國陸軍裝甲師嘅軍章咧就係咁嘅樣嘅，章上面唔同嘅數字咧就代表士兵所隸屬第幾嘅裝甲師，而階級章咧就代表士兵喺軍隊入面嘅軍階啦。例如 Sergeant Major 係士官長。Specialist 係技術兵，而 Staff Sergeant 就係上士。而任務章就會用喺軍事演習或者唔同嘅 operation 上面。而我哋見到一啲關於越戰嘅章呢，就係屬於紀念章嘅一種。咁喺越戰之後，軍章嘅設計開始充滿住玩味同諷刺性嘅幽默元素，歡樂嘅氣氛令戰爭中嘅士兵情誼更加深厚。而士氣章呢，就係咁樣出現㗎啦。咁究竟點解軍章會由士兵專用變成流行於平民之間呢？士氣章推出咗冇耐咧，士兵就會客製化軍章啦，去展現自己嘅個性，而佢哋都會進行交易嘅。最後呢個文化咧就流傳咗去民間啦。啱啱都提過啦，喺越戰期間咧，軍章嘅設計咧都充滿住幽默同埋諷刺嘅元素。呢個都係軍章變成流行文化，甚至係潮流單品嘅一個好大原因。充滿藝術元素嘅軍章吸引越嚟越多人將佢變成自己嘅潮流單品。大家都會將啲章黐喺衫啊、袋、背囊等等，係一種生活態度去展現自己個性風格。最後順帶一提啦，我哋而家仲有免費燙章縫章服務，嚟門市揀好燙章、車章同埋服飾、袋等等，就會有專人幫你整靚㗎啦。好，今日就講到呢度先啦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我哋下次見啦。